所以想你隻狗狗。狗狗驚上車咧，其實有兩大主要原因嘅。第一，當佢係流浪狗嘅時候，車咧就係佢一個生命嘅威脅。第二個原因就有機會係因為經歷過一啲唔好嘅狀況，譬如坐車嘅時候嘔啦，或者坐親車都係出去獸醫診所打針啦。呢兩大主因咧就會令到狗狗逢親見到車或者準備上車之前都會顯露一啲壓力嘅指示，包括舐脷啦、流口水啦，甚至乎想逃跑啦，或者鯨魚眼啦。所以如果你想你隻狗狗唔再驚上車嘅話咧，就要跟我以下幾個步驟去做啦。首先揾一架唔着引擎嘅車，帶你隻狗狗行近架車度。如果佢冇逃跑嘅跡象，你就可以 yes， 然後用零食獎勵佢。第二步，你就可以行近架車度打開門。如果狗狗冇逃跑嘅跡象，你就可以 yes， 跟住用零食獎勵佢。第三步，你可以將粒零食擺喺個梳化度，俾狗狗自然地自己跳入車度。Step 4咧就要人同狗一齊上車啦。人係要上咗車，俾空間俾狗狗自己跳上車廂度。當狗狗跳咗上車廂之後，俾多啲安全感狗狗，等佢可以穩定啲喺車廂，唔需要即刻閂門住，可以等佢平靜地同佢坐喺度，冷靜一下，獎下嘢食，撫摸下。閂咗門之後，留意狗狗嘅情緒。如果佢都可以穩定地坐定定唔喐嘅話，就可以獎嘢食。然後再開翻門。如果開門嗰下佢冇即刻逃走嘅話咧，可以獎多一粒嘢食，主動帶佢落車啦。然後再上翻車，再閂門。好，第6個 step 啦，就係我哋上咗車之後閂咗門啦，咁我哋就可以開始開引擎，慢駛架車。同時間地 hold 住狗狗嗰個主人咧，就可以留意狗狗嘅情緒。如果佢都可以穩定地坐定定咧，你又可以間歇性咁獎嘢食俾佢。啱啱一步一步咁教咗大家點樣去教自己隻狗狗安穩咁上車。記住，當你做訓練嘅時候，喺 step 與 step 之間要留意自己狗狗嘅情緒，唔好心急。係啦，如果有需要嘅，不妨揾專業人士去幫手。